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素食店联名动画网架蜡人推出着网卡包，就是只会当用抽的，袂当来拣。伫个晚到11点开始卖，有真侪门市卖总是排队排甲落长，啊，一个人上侪会当买20包，真侪人拢是20杯，这个20包买甲大。 伫咧素食店买一杯番麦汤，还超过1800块。原来伊赶伫咧动画网架蜡人网卡包的开卖第一天抢着头香，规定每一个人敢来当买20包，以20包装包。我7点半就有在里面等，然后想买这个想到有点失眠，睡不着，就想说早点来过来排。我边排边开会，会满，一定要。素食店和动画网架蜡人联名的网卡包，全台限量30万包，今仔日开卖，真侪门市拢排队排甲落长。不过有一寡网红收到规退公关品，所对作品无熟，引发着世间顶顶的风波。蜡人的市场卖所敢来当乖乖排队，因心内也是无啥欢喜。会不舒服，一定是要找那种就是平常有在接触这些就是相关动漫的。所以真侪明星或者是网红，事后伫咧分享的时阵，拢特别细腻。我现动的你大家都知道，不是在打不是在打电脑。你看我多紧张。动画网架、电动甲网架，这用事物都爱精准。蚁王跟小麦一起老了，我们叫他们倚老卖老。蔡康永嘛，甲卖场分享蜡人的卡牌，用话音甲大家人家笑嗨嗨。等咧网红带家拢抛出着相片，瞄准这边无收到，原来是互捡着自己。限量的卡牌开卖，掀起着讨论。卖场关心合作的品牌角色，嘛关注业者行销的战略，都惊一个无处理好势，商机变危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